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活着 B 吧。又就到中秋節啦，唔知而家嘅小朋友會點樣過中秋？係咪對住個月亮玩手機呢？哈哈，咁大家又知唔知80、90年代嘅小朋友冇手機冇上網，佢哋係點樣過中秋嘅呢？今集我就同大家懷舊一下，講下好孩子同壞孩子嘅中秋玩法，最後仲會講到90年代最經典嘅玩火煲蠟點解會消失。準備好未？首先，我哋講下好孩子嘅中秋玩法。80、90年代嘅好孩子，中秋節最鍾意係玩傳統燈籠、有紙燈籠、楊桃燈籠，仲有最經典嘅蝕紙燈籠。呢啲燈籠通常係爺爺嫲嫲買嘅，點蠟燭之後要好小心咁拎住，因為好易燒着。嗰時成日喺街見到小朋友攞住啲火球周圍跑，就係唔小心咯，跟住又會玩下猜燈謎。屋公園每年實會搞猜燈謎活動，答中可能有獎攞，雖然獎品可能只係1粒糖，但係小朋友已經開心到飛起。呢啲就係好孩子嘅活動啦，係咪冇乜火同有啲悶呢？好啦，到壞孩子出場，呢班小朋友通常唔會跟規矩玩，佢哋嘅玩法係有啲危險㗎。壞孩子係中秋節最瘋狂嘅玩法，梗係煲蠟同玩火啦。呢個亦都係一代人嘅集體回憶。點解小朋友會鍾意煲蠟？因為刺激咯。嗰時可能問10個小朋友最鍾意嘅節日係乜，10個有7個都會話係中秋節，因為冇一個節日係會俾你玩火，係周圍玩火。對於我哋呢代冇手機冇電腦嘅小朋友嚟講，直頭係1年1度嘅玩火日，又開心又興奮又期待啊！個玩法係點？將一大堆蠟燭放喺鐵罐裏面，點着火之後，等啲蠟溶咗，變成一個炸池，跟住就會啲蠟受熱後產生高溫，我哋就會倒水落去，一倒水，個炸池就會光一聲，噴出火球，小朋友就會尖叫同走佬。一個公園會有唔同嘅火球，雖然危險，但係嗰時又覺得好緊張同刺激。有啲人燒親啲蠟，就會放嘢入去燒，燒到冇親嘢，有同隔離朋友借，大話呢個運作可以玩成晚，都咪話唔過癮。之後玩法又過分啲，有人會放膠袋、樹葉甚至細玩具入去，睇住佢哋溶咗。令危險嘅事更加危險，最危險見過一位朋友冇帶水，就噴口水同屙尿落去。我見過佢係燒住咗自己啲頭髮同褲，好離譜，隨時會燙傷人，而且火勢好易失控，燒着附近嘅雜物。最後呢個玩法會消失，因為意外實在太多啦。90年代中後期，幾乎每年中秋都有小朋友因為煲蠟而燙傷，甚至引發火災。政府同媒體開始大力宣傳煲蠟嘅危險性，之後康文署更開始喺公園嚴厲執法，禁止煲蠟，加上家長同學校都加強教育，慢慢呢個玩法就消失咗啦。最後煲蠟就成為我哋美好又刺激嘅回憶啦。呢集又完啦。如果大家都對呢個回憶好深刻同埋好有感覺嘅話，歡迎你哋留言俾個 like 同訂閱我哋，下次見。